再来看南太平洋国家库克群岛将公布甲中国签战略伙伴协议的细节咯，包括加强双方海底采矿的合作。这份协议嘛，互纽西兰是真关心。库克群岛的总理这嘛是面对在野党发动无信任投票，也毋过伊嘛是强调讲，库克群岛无应该依赖纽西兰。几日摆的民众伫首都阿瓦罗阿国会外口抗议，因不满总理布朗甲中国签署战略谈判协议。这条标语写：阮要保有纽西兰公民权。库克群岛18公布协议的细节，内容包括甲中国合作海底采矿。正因为这个协议，第国来引起抗议，嘛甲伊向依持自由结合关系纽西兰发生真罕见的外交冲突。The actions of our Prime Minister in the last 3 weeks has been someone of a person who thinks he owns our country as his own business. He's wheeling and dealing and making deals around the world. 库克群岛的总理布朗即马面临在野党发动无信任投票，不过也是大力主张库克群岛无应该拢靠纽西兰的施舍。这个协议并无讲到联合安全倡议，这和中国甲其他南太平洋小国签订的协议无同款。布朗14去中国出席第9届亚洲冬季运动会闭幕式，甲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见面，共同见证签署几啊项双边合作的文件。不过，迄当阵无战略谈判协议的细节，包括中国答应提供的资金。中库之间的合作不针对第三方，也不应该受到第三方的干扰。库克群岛有15000人，旅游业是国家经济的重要来源，而且嘛有大片的专属经济区，由纽西兰提供大部分发展的资金，是一个甲纽西兰自由结盟的自治国家。库克群岛的百姓会当同一个时间有纽西兰的国籍，根据宪法，因的外交甲国防由纽西兰来代管。不过，库克群岛嘛爱就任何可能影响威灵顿的代志，甲纽西兰保持联络。这届布朗去访问中国，都拒绝把协议的内容提供给纽西兰的官员，因为安尼引起纽西兰的谴责。有分析家认为讲，纽西兰甲库克群岛共享护照、军事、甲宪法的关系，即马煞起冤家，代表北京向太平洋岛国领导人提出善意甲好感有成功，这嘛是予西方国家反制中国势力去拄着一支倒头锤。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译。